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要来迎接我们今天的礼拜跟我们的敬拜。在诗篇第65章7到8节说：“你平静了海洋的怒嚎，浪涛的呼啸，你制止了万民的喧哗。全世界为了你所成就的大事肃然起敬，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人都因你的作为欢呼。”我们要一起用这首新歌，我们要将我们的敬拜的时候，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眼睛、将我们的灵都定睛在我们的神身上。我们一起来敬拜。看似有风浪逼近，在船上失去平静。记得呼求耶稣的名，他有能力的名。跌倒软弱的时候，耶稣能力扶庇我。困难中抓紧，混乱中平静，放胆紧紧跟随你。我们从头唱一次。看似有风浪逼近，在船上失去平静。记得呼求耶稣的名，他有能力的名。跌倒软弱的时候，耶稣能力扶庇我。困难中抓紧，混乱中平静，放胆紧紧跟随你。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狂风平静了。定睛在耶稣身上，我就能行在水面上。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巨浪平静了。定睛在耶稣身上，勇敢前往应许的方向。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带着我们的信心来宣告，有主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要一起行走在水面上。看似有风浪逼近，在船上失去平静。记得呼求耶稣的名，他有能力的名。跌倒软弱的时候，耶稣能力扶庇我。困难中抓紧，混乱中定睛，放胆紧紧跟随你。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狂风平静了。定睛在耶稣身上，我就能行在水面上。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巨浪平息了。定睛在耶稣身上，勇敢前往应许的方向。再宣告一次说：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狂风平静了。定睛在耶稣身上，我就能行在水面上。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巨浪平息了。定睛在耶稣身上，勇敢前往应许的方向。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们一起拍手。狂风平息了。定睛在耶稣身上，我就能行在水面上。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巨浪平息了。定睛在耶稣身上，勇敢前往应许的方向。哈利路亚，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一起跟神走信心的道路。阿们，阿们。这礼拜我在准备今天的敬拜的时候，然后我刚好看到在 IG 上看到一个故事，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我现在邀请大家，我们一起闭上眼睛，然后我把这个图画说明给大家听，大家可以用你的脑袋来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样的画面。这个图画是这样讲的，就是耶稣他走在一个道路上，然后走一走，他就遇到一个窟窿，一个很大的窟窿，然后他就变出了一个铲子。然后把旁边的土这样铲，然后就把那个窟窿填平了。好，填平了之后，路就平了之后，他就继续走。然后走一走，不是窟窿，他遇到一堆巨石挡在前面啊，这条路又走不下去了，该怎么办呢？然后耶稣就又变出了一个十字镐，然后他就这样敲，就是把那个巨石这样敲开。
那巨石桥开之后，这条路又通了，然后还要继续走。然后走，还遇到一个很大的门，就像那种古代的巨大的城门，就这样子盖住了，封锁了一切的道路。那这条路又走不下去了。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呢，就拿出一个巨大的锤子，然后一手的把那个城门敲破，然后那个门就这样不见了。然后就走一走呢，就突然来到了一个终点线，他就写了一个终点在那边有一个门。那终于走到终点线了，结果耶稣突然在终点前面停了下来。然后停了下来之后呢，耶稣开始往回走，一直往回走，走过原本城墙的地方，走过原本有巨石的地方，走过原本有窟窿的地方，然后他找到了你站在起点的地方，在等他。耶稣对你说：“你准备好了吗？我把一切都准备好给你了，我们走吧。”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首诗歌牵手来敬拜我们的神。泪湿了眼眶，无力抵挡，很想信靠却已迷惘。我的世界崩塌，仍旧盼望，是不是我太傻？想要勇敢坚强，突然发现找不到心中的力量，将声音如曙光，指引方向，一直在我身旁，一路你牵着我，虽然我会软弱，跌倒你却不放手，你的怜悯永留，远超过我所求。耶稣，你恩典够我用，一路你牵着我，虽然我会软弱，失落你却教会我，你良善如太阳，你心事如晨光，天父的爱环绕我。我们从头来唱一遍。想要勇敢坚强，突然发现找不到心中的力量，你声音如曙光，指引方向，一直在我身旁，一路你牵着我，虽然我会软弱，跌倒你却不放手，你的怜悯永留，远超过我所求。耶稣，你恩典够我用，一路你牵着我，虽然我会软弱，失落你却教会我，你良善如太阳，你心事如晨光，天父的爱环绕我，唯有你我所求，牵着你不放手，唯有你我所求，牵着你
手，你的怜悯永留，远超过我所求。耶稣，你恩典够我用，一路你牵着我，虽然我会软弱，是我一切找回我。你让山如太阳，你心事如晨光，天父的爱环绕我。主啊，你良善，你亮闪如太阳，你心事如晨光，天父的爱环绕我。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牵手，谢谢你成为我们一路上的帮助，谢谢你为我们预备好我们的道路。因为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也要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你的无价之宝，都是主耶稣你付上重担、付上重价赎回我们的。我们要继续来敬拜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主耶稣你的宝贝，让我们能够被主耶稣你牵着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一起来唱。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势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你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唯有你配得。这个歌词你一定都已经记得了，我们就闭上眼睛，专心的对主来唱。主啊，所有的赞美，所有的荣耀都归主你。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
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啊，你是我尊贵，你是我尊贵的主。再说一次，主耶稣，你是我尊贵的，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是的，耶稣，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谢谢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你的性命，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也要医治我们的身体上的疾病、心里面的疾病，还有灵里面的疾病。主耶稣，你都要完全的来医治。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吹进我们的心，使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能够再次苏醒过来。在今天晚上，也求你再次对我们每一个孩子来说话，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恩言，能够领受主你的恩膏，能够领受主你的恩典。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晚上的经文，是不是诗篇吧？是罗马书，是吗？是放罗马书吗？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15章。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第7节到第13节。好，那我念单数节，大家念双数节。从我来开始，第7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好，换大家。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13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13节再一次，等一下，把那个你们改成我们。好，来，请。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在礼拜6的晚上再次的聚集。过去一个礼拜，即便非常的忙碌，即便每一天有许多的挑战，即便日子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但是主你的话语从古至今没有改变。你坐在宝座上为王，也让我们知道你世界都是绕着你转，你是这世界的主。让我们能够专注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先让你居我们心中的首位，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祷告，也求你对着我们来说，让我们明白神你的心。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平安。我们在圣灵降临节，好，从复活节到圣灵降临节有50天。这50天呢，上礼拜牧师有分享，我们要透过5个信息，好，来一起来预备，好，我们如何来领受圣灵降临节5旬节的浇灌啊。上礼拜呢，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专注，专注呢就是要定睛，要 focus， 好，在主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失去了专注，我们生命当中会放入很多的沙子，放入很多的小石头，会放入很多的杂质，但是最重要的却没有放进去。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个专注呢，就是爱神，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而这礼拜呢，要分享的就是接纳，就是接纳。
好，那什么是接纳呢？那接纳好，英文叫做 accept，accept 好就是你要接纳，但是接纳呢，不是只有你用手、用你的身体接纳，而是要从哪里来 accept， 就是要从我们的心里面来接纳。而接纳以前的条件，就是要先专注爱神，才能接纳爱人。请大家说一次，要先专注爱神，才能接纳爱人。那我要在这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读完的这个约翰福音呢，好，这对姐妹，两个姐妹叫做马大、玛利亚。上礼拜我们有讲到玛利亚，她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她成为一个专注的敬拜者，好，坐在耶稣的脚前。马大呢，他非常的忙碌，好，但是忙碌到他还跑进来打断耶稣，好，他的讲道，叫他的妹妹玛利亚来帮忙。但是呢，在他们的弟弟拉撒路死了这件事情呢，你还可以看到一件事情，马大跟玛利亚这对姐妹，你可以看出来谁的跟人的关系比较好？马大还是玛利亚呢？这对姐妹，她们呢，谁跟邻舍跟人的关系比较好呢？如果我们看了约翰福音第11章，你会发现他的弟弟已经拉撒路死了第4天，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呢，马大马上跑出来迎接耶稣，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弟弟必不会死。”但是呢，玛利亚在里面哭哭啼啼，哭了。后来他听见耶稣来了，而他也跑出来。圣经说，当玛利亚起来的时候呢，众人以为他要去找他的弟弟拉撒路，就连忙跟着玛利亚一起出来。所以你看到呢，玛利亚跟人的关系呢，比跟她的姐姐跟人的关系呢更不一样。很多人都在玛利亚的身边，在陪伴她或是照顾她。为什么玛利亚跟人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不太晓得，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玛利亚在专注爱神这件事情呢，比她的姐姐马大更专注的。所以我说，先专注爱神，才能怎样接纳爱人。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福音第4章有一个来中午到井边打水的妇人。这个妇人呢，她在人最少的时候，在正午的时候来打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出她的身世和秘密，就是她有5个丈夫，而且现在跟她在一起这个男人呢，还不是她的丈夫，可能是接下来她的第6个丈夫，或不是。而这一个呢，他的特别的身世呢，以至于呢，他在这个撒玛利亚城当中呢，羞于见人。人家看到他呢，就会指指点点。哎呀，这个人嫁了5个老公。好，就算在现代，在今天，好，要5个老公好的人多不多？好，不要说5个老公，5个男朋友多不多？多。好，5个男朋友多，5个女朋友多不多？也很多。好，那你需要几个男朋友，几个女朋友？好，我们只需要1个就好了。好，1个就好。但是呢，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学会接纳，以至于他的感情呢，好，没有办法尘埃落定，因为他没有学会专注爱神。但是耶稣呢，却在这个雅各的井边跟他讲一件事情：凡喝我所赐的水，就不再渴，就不再渴。那这个妇人呢，她听见耶稣所说的话呢，她领受了这份的活水，所以呢，她呢接受耶稣是她的救主，接受耶稣是她生命的主。她终于认识这位主，耶稣神居然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呢，当她一听见耶稣是主的时候呢，她做的事情就是放下她的水瓶，回到城里面。去告诉大家，你们来看这个人，他把我的事情都讲出来了。你们大家不用再指指点点了，不用再说我过去怎么样了。这个人，他把我的事情都讲出来。过去他不能够接纳别人，不能够接纳自己，但是耶稣来了，他能够接纳自己，也接纳别人。他成为第一个去分享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人。今天晚上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在圣灵降临节、五旬节，我们要怎么样学习接纳，让圣灵接纳圣灵的接纳
也能够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我的重点呢是一位神、两件事、三种人，请大家说一次。哪一位神呢？当神有几位？一位。但是当我们不接纳人的时候呢，你的神跟我的神是不是同样的神？不同的神哦。我们如果不去接纳人，你跟我是不同颜色的，你跟我是不同地方出生的，你跟我是不同血型的，不同种族的，你们的神跟我们的神是不一样的。请问大家，长老教会的神跟灵粮堂的神是不是同一位神？是还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去参加过灵粮堂的聚会，你没有去参加过他们的礼拜，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神跟我们的神是同一位神呢？当我们不接纳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接纳造他们的神。箴言14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欺压贫寒人的是蔑视造他的主，怜悯贫穷人的是尊敬主。17章也说，讥笑穷乏人是蔑视造他的主。一样的话，幸灾乐祸的难免受罚。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幸灾乐祸，甚至我们把别人排外，霸凌别人，然后呢欺压贫寒人，不去接纳人。你不去接纳他就算了，还去霸凌他，还去欺负他，还把他排除在外面。你不是在欺压人，你是在什么？蔑视造他的主，就是你是在蔑视神，藐视神。罗马书今天我们所读的第9章20节也这样说，我们来读经：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上帝顶嘴呢？受造之物岂会对他造他的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呢？有时候我们在嘲笑人，哎呀，你的身高、你的体重、你的外形。有时候我们会去讥笑别人他的身世、他的家庭、他的环境。但是当我们在讥笑、在欺负人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欺负人，而是在对造他的主说：哈哈哈，神把你造成这个样子，哈哈哈，神让你的人生是这样子的人生。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对别人的不接纳，其实是一种欺压，是一种霸凌。而我也小时候也被人家霸凌过，但是呢，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在念国中的时候，国3的时候，因为国3的时候呢，我只有140几公分哦，长得很矮，所以呢，常常班上的同学呢也会欺负我，然后那时候他就会有一个考试考得很好、很会念书的男生，他就会笑我说：啊，我说我是住在龙发堂，你们知道什么是龙发堂吗？以前呢，在万华有一个龙发堂，就是专门在收留这些精神病患。所以后来呢，在我们国中的年代呢，龙发堂就是在笑人家恐腔呢，你就是神经病所以虽然他只是开玩笑但是呢，我却他对我讲的话呢，一直记在我的心中，心里面呢觉得开心还是不开心？不开心。那好几年之后，参加同学会之后呢，又遇到这个同学，因为中间很久没遇到，又知道现在这个同学呢是在当一个国小的老师，但是呢，你要他是老师，我是牧师，我们都是同样 label 的，都有一个师但是呢，他会不会在嘲笑我是龙发堂？当然不会，他知道我是牧师，但是我会不会去报复他呢？或是说我不想跟你讲话，你不要来跟我讲话？也不会，我还是希望能够跟他来分享，知道他羽毛球打得很好。其实有时候别人的无心之过，会让我们的心里面产生排斥，不去接纳人。罗马书14章也这样说，同样的，你是谁，竟然评断别人呢的仆人呢？或是他或站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一个人的人生到底是高低起伏是怎么样？都有创造他的主。如果我们不懂得去欣赏别人，不懂得去接纳别人，同样我们其实背后就是不接纳造他的神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长得这么可爱，对不对？我们特别是当父母亲的，看自己的孩子越看怎样越可爱，但是你看别人的孩子怎么样？感觉别人的孩子越看问题越多。台语有句话说：“把人的囝安怎？”有听过吗？西北料就是别人家的小孩子呢，让他们死反正呢最好都死别人家的小孩。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样？绝对不能够死，绝对不能够损失，绝对不能够受伤。昨天我们最近有一个新闻一个牧师的女儿26岁，在台中被男朋友杀了。有看到这个新闻吗？有，这个牧师是一个灵粮堂的牧师昨天呢，我们参加这个世界展望会因为牧师在5月份要跟世界展望会去越南，去5天。这5天呢，要去越南最偏僻的地方。或者听了昨天的行程才知道，他要去越南最偏僻的西北。越南很长，要到越南的西北边的山上，是在资源最缺乏的地方，去看那边的村落、部落里面的孩子。因为越南是一个共产国家，没有教会，不能信基督教，不能传教，在那边学校也不能够传教，所以呢，在那边呢很严格，你去那边都不能够为人家祷告，也不能够为人家祷告，有的地方比这个中国大陆还严呢。但是我们要去那边世界展望会，就是要做这个认领chosen，就是要让那边的孩子有机会能够被其他世界，特别今年也是选择台湾，有机会能够认领在越南那边的孩子，每一个月呢用700块钱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在18岁，不知道是16岁还是18岁前，让他们能够衣食无缺，让他们能够被关心、被照顾。但是呢，他们的生命处境虽然是这样，但有时候我们不接纳人，却好像会发现自己的孩子最可爱，别人的孩子那是他们家的事情。因刀的代志有没有听过？我们就只会管自己，却不会去管别人所以第一个要知道的，我们只有几位神？一位神。只要是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一样的。阿们。只要每一个在神的儿女当中，我们都是一样的。好，所以跟你旁边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平等的。圣经说要彼此接纳。2件事情呢，一位神2件事，哪2件事呢？就是可以改变的事和不能改变的事。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呢？有看过，知道这什么东西？聘金。很好，聘金是拿来做什么的？是要拿来娶老婆的。在我们的台湾社会呢，长期有一个文化，就是你要娶老婆要先怎样？要先下聘，就是要先送聘金，而且这个聘金呢要有诚意，要有诚意。所以这里聘金有多少呢？左边呢有黄金的项链、戒指、耳环、手镯、手链，右边呢还有10万1叠的现金，有几叠呢？1、2、3、4叠，4叠。所以这里有40万。哇，所以呢有没有诚意？没有。4不吉利搞完了1叠是20万那就很有诚意。好，但是呢，如果是你嫁女儿，你要选的是什么？选的是聘金，还是选的是这个人的品格呢？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带这么多的聘金来，你会不会很开心？想说我的女儿好命她只要嫁，你要不要嫁给她？要不要让你的女儿嫁给他？好吧，可以考虑。这个男生呢这么有诚意，他的长相呢也还可以了穿着呢应该是有品味的这么多的大人民币这么多的黄金摆在桌上。原住民呢就是用猪原住民是扛猪来娶新娘，但是会让这整个婚姻会怎么样？失焦。因为我们要结婚这件事情，请问是可以改变的事情，还是不能改变的事情？你要嫁给谁？
是可以改变还是不能改变？大部分人都说可以。你可以，但是结了婚之后可不可以离婚？大部分的人也说可以，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怎样分开。如果你相信婚姻是神配合的，不能够分开的，就算你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先生再怎么样个性不合，再怎么样感情不睦，再怎么样为了金钱、为了孩子的事情吵翻天，你会不会离婚？会不会选择离婚？不会，因为你的顺序是你爱神，你就会去接纳人，你会把上帝的话放在第一。但是如果你看的是这些的聘金，今天有人拿这么多钱来聘娶你的女儿，改天有人拿 double 的，有人拿3倍的钱出来，你的女儿会不会跟人家跑？会啊，因为她觉得我就是用这些东西换来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上帝所配合的，这是神所命定的，你一生当中最后嫁的人，最后娶的人，不是你自己找的，是神帮你安排的，你就知道这是你要去接纳的事情。这个人，以前早期台湾社会还没有自由恋爱的时候，很多的女孩子她嫁给老公是怎样？到结婚的那一天才看到，有的是相亲的时候看到。可是呢，所以那时候台湾流行一句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在代表他的心里面怎样接纳他的先生，不管是鸡是狗，这就是他的先生，一辈子不会想要离开。但是当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对神的专注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去觉得我可以离婚，我可以脱离他，他不爱我，我也不爱他，我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我们何必彼此来折磨呢？但是呢，两个人选择的都是以自己的想法，却没有把谁摆在第一呢？没有把上帝摆在第一。美国有一位神学家，他这样说：主啊，看得到字吗？看得到，我们一起来读。请赐我平静，能接纳我无法改变的事，请赐我勇气，能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请赐我智慧，让我能分辨两者的不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什么时候听过？礼拜一的时候，上 A3 的时候有听过这句话。人生有一位神，有2件事，哪2件事呢？无法改变的事，跟什么呢？可以改变的事。什么是无法改变的事？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事？你需要有上帝的智慧，让你来知道什么是可以改变跟不能改变。可以改变的，你就要勇敢的去改变，不要向你的命运低头。或许你的出生，或许你的先天，或许你可能像那个利克胡泽，出生的时候呢是四肢不健全，或是以武扬匡，五体不满足。但是呢，你的人生可以不向命运来低头，但是你却要知道，有一些事情是神所决定的，你不要去挑战神，想要去改变神，因为最后呢，只会自找麻烦。在圣经当中呢，有一个故事，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犹太人被遇到抢劫，打伤了，结果呢，他呢倒在路边，有一个祭司从那边经过，远远看到这个犹太人他的同胞被打伤了，他就从另外一边过去了，假装没看到。后来又另外一个同胞利未人也是要去圣殿里面上班工作的，也看到他倒在路边，怎样也是没看到。但是呢，第3个留下来的是谁呢？撒玛利亚人。刚才我们讲到，在井边打水那个妇人也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呢，他们是互不接纳，互相瞧不起，互相呢井水不犯河水，水火不容。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圣经说他动了慈心、怜悯的心，
所以即便这个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来往、没有接触，可是他依然停下他的脚步，让这个人呢用他的驴子载到饭店去，然后给他包扎换药，还替他出钱，还告诉旅馆的主人老板说：如果钱不够，他回来的时候他会再付。哇，他是一个慷慨怜悯的人。但是这个故事，路加福音第10章，耶稣要问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故事是耶稣在问一个问题。你知道耶稣在问什么问题呢？耶稣在有这些经学教师来考耶稣，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问他们怎么样得到永生，他们第一个就是回答说要爱神，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其次也相反，要怎样？爱人如己。所以你要专注一件事情，爱神；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一个比喻，哪一个人叫做爱人如己呢？那他们说是第3个，是那个怜悯他的。有时候我们爱自己人，你跟我都是长老教会，你跟我都是迦南教会，你跟我都是在同一个姓的，都同姓的，我们都是同一族的，同一国的，我们会爱人如己。但这不是永生的爱人如己，永生的爱人如己是那动了慈心又去怜悯他的。在使徒行传，我刚才忘记讲一件事情，我讲那个牧师的女儿被杀了，就是我们要去越南，越南，你对他有没有慈心，有没有怜悯心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关心这件事情。但是呢，牧师呢，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后来就上网去找这个牧师，找他的名字，知道他在灵粮堂611灵粮堂。后来要上网去看他的教会，从他们教会的 YouTube 上面去看，哇，这个牧师呢，他真的是一个充满了一个爱的牧师。他在他们的教会当中呢，怎么样跟弟兄姐妹去开拓一间教会，然后呢，真的让这个教会非常的兴旺，而且很有动力。他也非常强调夫妻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上了新闻是这个牧师呢，在他女儿的告别式上，分享讲到跟他的师母说，他们愿意原谅这一个杀他女儿的凶手，他们还是奉耶稣的名愿意原谅他，也能够为求神来赦免这个杀人的凶手，能够原谅他的女儿。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佩服。然后昨天我们我们要去这个越南的行前会的时候呢，才发现，这个牧师也要一起去，这个牧师也要跟我们一起去5天，所以我有5天的时间可以来认识这个牧师。我相信，在这5天当中，我们一起去越南，不仅仅是去越南，也是要去参与在这个牧师他的故事，在他的历程当中。有时候，当你去关心一个人，关心一件事情，我们在桃园，他在高雄，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关心得到他？但是上帝居然会安排说，我们有5天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去越南，一起在那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可以在那里一起来同工。我相信这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另外一个例子呢，除了这个路加福音，还有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使徒行传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充满的那一天，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就是彼得和120个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早上9点钟，他们用了15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每一个人呢在那边赞美神，大声的赞美神。许多来过五旬节的犹太人，好几万人，他们呢被这个声音吸引，有大的响声，然后还有祷告的声音，还有他们家乡的语言的声音，所以他们被吸引。结果呢，彼得就在那天站起来讲到说，那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上帝已经立他为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那一群人听见彼得的话，因为才几天前，他们也来参加逾越节，在逾越节当中呢，他们还喊着要钉耶稣十字架。现在呢，彼得的话讲出来之后，他们觉得扎心，就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彼得说：“你们要奉耶稣的名悔改，受洗，
所以那一天呢，就有3000个人接受洗礼，而教会就在五旬节那一天诞生。那就是我们教会一开始的样子，是一群把耶稣说要钉十字架的人，但是他们被教会12使徒接纳，被120个门徒接纳，大家都进来到教会。那一天教会诞生。但最感动的呢，不是在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3000个人受洗的神迹，最感动的是什么呢？最感动的对我来讲，最感动的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啊。第10章，彼得他在祷告当中看见异象，那个异象呢，就是呢，上帝用天上有网子垂下来，网子里面有很多不洁净的动物，有声音叫彼得把这些动物拿起来吃掉，拿起来吃掉。彼得吓到不敢，然后呢，然后最后一连3次，3次之后网子收回去，这些不洁净的动物都收回去，然后呢，就有人来告诉彼得说，请他到一个百夫长的家中为他们来祷告。结果呢，百夫长的家是一个意大利人，是罗马人，他们从来呢没有去过外邦人的家中。彼得心里面还在犹豫要不要去，但是上帝呢就引导彼得，让他跟着去到这个百夫长的家中。一去，他真的是冒足了勇气哦，他从来没有进去过这些外邦人的家中，就好像有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进去过庙里面的感觉一样。有的基督徒呢，打死都不敢怎样踩进去庙里面。他说去庙里面会怎样？借厕所，那你就去了。但是有人就宁愿去别的地方，更远的地方上厕所，他也不要去庙里面上厕所。他说去庙里面会头晕啊，他会头晕啊，他会想吐啊，他不敢进去。对彼得来讲，就是那种感觉啊，去外邦人的家中。可是他一进去，发现上帝已经串联起来。上帝串联什么呢？他把彼得的意象跟这个百夫长的祷告合起来，说有一个人会来，这个人是神所派来的。结果呢，彼得就开始跟这个百夫长，意大利的军官，跟他们介绍耶稣是谁。原来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基督，怎么样的被害钉死在十字架上，又怎么样第3天复活，复活之后又怎么样显现给这么多的人看，然后在第40天，然后呢升天，后来第50天圣灵降下来，彼得就把这个过程讲给这个百夫长听。结果在讲的时候呢，这个百夫长就怎样？他们就突然被圣灵充满。路加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0章呢，这一群百夫长他们全家呢就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说方言，赞美神，跟彼得他们在五旬节那一天一样，跟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一样呢，就是他们彼得一看就知道说，哇，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你们也被圣灵充满了，是不是？好，我看到有3个人呢一直在讲话，我会影响牧师的讲道，所以请你们可以专注，请跟你旁边说，我们要专注。专注呢，就是不要打断上帝的圣经的话。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呢，彼得一听一看，跟我们在五旬节那一天一样，圣灵也充满。所以呢，他就说，既然神都怎样接纳他们，跟接纳我们一样，我们能够说什么呢？所以彼得说，我真的看出神不偏待人，不但如此，在各国中那些敬畏他行义的人，神都为神所悦纳。原来彼得他知道，只要是行义的人，就算他不是犹太人，就算他不是信上帝的人，可是呢，神都接纳他们。所以彼得就那天为他们洗礼。这是使徒行传当中第2次圣灵的降临。第一次是在这些120个门徒上面有3000个洗礼，第2次呢却在第10章，那时候只有哥尼流他们全家洗礼。这2个洗礼呢，好让我们知道有2件事情。
一个是可以改变的事情，一个是不能改变的事情。虽然我们的信仰从出生不能够选择，好像我们的过去人生不能够改变，但是当神造访你的生命，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神能够改变它，让咒诅的成为祝福，让黑暗的成为光明，让黑白的成为彩色。所以圣经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可以改变不能改变的事情。好，我们说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可以改变不能改变的事。而一个神、一位神、两件事，第三个呢是三种人哦。哪三种人呢？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好，让我们看见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基督接纳的人。我们说一次，基督接纳的人是代表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信耶稣得到永生的人。在这里，保罗告诉罗马教会说，这个教会他们为了偶像，他们为了可不可以吃拜偶像的东西，这个教会为了你是犹太人，你是希腊人，你是罗马人，是外邦人，哇，他们有时候会分门别类。但是保罗告诉说，我们要接纳的三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信耶稣的人，就是基督接纳的人，这些就是已经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所以你已经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请举手。你已经受洗的，好，所以举手的人都是基督接纳的人，请放下。还没有受洗的人呢？你说我信耶稣了，哎，耶稣也接纳我了，但是你还差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不是去变卖所有来跟随耶稣，你还差一件事情，就是要受洗。你要受洗，代表你是真的相信。所以你不会说哦，我爱你，对女朋友说我爱你，我爱你，可是我不要娶你，这样是不是真的爱她？真的爱她，不仅是娶她，娶她之后还怎样？照顾她，一辈子的与她在一起，这才叫做爱。所以爱不是挂在嘴巴上面，不是嘴巴说，爱呢是一种行动。你怎么去证明你真的爱她？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一辈子与他在一起，这样叫做是爱的证明。同样，你说你爱神，神也爱你，可是你没有去受洗，你没有去接受洗礼，你这样子，你说你爱神，其实你还差了一个洗礼好的动作。但也不是说哦，那我洗礼我就爱神。当我们洗礼之后，才是一个爱神的开始。因为我们在上 A2 的时候，就是要从1楼上到2楼，上到8楼，你会发现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长大成熟。第二种人呢，叫做受割礼的人。好，请大家说一次。割礼从谁开始？圣经当中第一个受割礼的是谁？4个字，对，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第17章，亚伯拉罕受割礼。受割礼的时候几岁呢？要不要猜猜看？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99岁。99岁，99岁，他的生殖器已经怎样？他的生殖器已经很老了，跟年纪一样老了，还要受割礼哦。后来呢，从亚伯拉罕割礼的那一天呢，上帝规定，所有亚伯拉罕家里面的人，出生的第8天就要受割礼，第8天就要受割礼。受割礼，这代表一个不是只有洁净，这代表是一个属神的人，是一个立约，好像我们洗礼一样。可是亚伯拉罕受割礼这件事情呢，上帝告诉他，上帝要让在他99岁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上帝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么样的多。哇，你知道亚伯拉罕后裔有多少呢？犹太人是他的后裔，阿拉伯人是他的后裔，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后裔。后来亚伯拉罕几乎在巴勒斯坦中东地区那一些的人都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哦，都是亚伯拉罕后裔。那我要问的就是，请问你有没有认识犹太人的朋友、阿拉伯的朋友、中东的朋友？
都没有，我们都比较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认识他们。但是呢，如果将来有机会，你认识的犹太人，你认识的阿拉伯人，你认识这些受割礼的人，你要不要去接纳他们？你要学习去接纳他们啊！为什么美国要帮以色列打伊朗呢？因为美国他要跟以色列当什么？当好朋友啊！因为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美国总统相信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所以美国总统他愿意去帮以色列去打伊朗，打伊朗打到现在呢，造成我们台湾世界的变动。我们的这个股市呢，一下掉一下冲，一下掉一下冲。但是呢，世界变化的很快。你没想到，战争发生了，可石油涨价了，可是呢，台湾的股市居然还怎样？还可以一直往上冲。然后呢，听说差一点就要冲到4万点。在我们的台湾的经济当中，这是另外一种的奇迹啊，另外一种奇迹。但是我们要知道，一切背后都有上帝的旨意。最后一种人呢，第一种是基督接纳人，第二个是受割礼人，第三种人是什么人呢？外邦人。这里用了4段的经文介绍外邦人。如果你去看这些经文，这些外邦人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赞美神，他们在颂赞神。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在仰望神。他们本来都是外邦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啊。不认识耶稣的人，可是他们居然在赞美神、仰望神。如果以圣经来看，我们也是外邦人啊，我们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跟他没有血缘的关系。可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在这边赞美神？我们有没有在这边仰望神？有没有在这边颂赞神？因为我们从外邦人因着耶稣，我们变成上帝家里面的人。所以这3种人都是要去接纳的人。一个是新约之子，就是耶稣基督，被耶稣基督所接纳，活在新约里面。另外一个叫做旧约之子，就是这些受割礼的人，他们是旧约上帝的子民。但是另外一个呢，是还没有听过神，还没有听过耶稣的人，这些是外邦人。这3种人我们都要接纳。五旬节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打破这些我们、你们、他们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五旬节圣灵来，不是要充满我们，然后呢，有的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哇，我会说方言，你不会说方言，然后我们是不同国的，有没有这样？我有恩赐，你没有恩赐，好，我很属灵，你不属灵，然后呢，被圣灵充满，结果呢，到处跟人家这样分门别类。我们是不同样的灵命。我们是不同的 level， 你觉得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吗？五旬节是要像告诉彼得，把那些不洁净的蛇啦、兔子啦，这些分蹄的啦、盗掘的这些动物呢，拿起来吃，就是要去接纳他们。所以彼得勇敢的走进去哥尼流的家，勇敢的走进去外邦人的世界当中，走出他的舒适圈。到这个外邦的世界当中，这就是五旬节更大的意义、更大的神迹，让你离开舒适圈，愿意走进去外邦人的世界当中。最后结论，这句英文我们一起来读 ：United we stand, divide we fall。什么意思呢 ？United 就是当我们联合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站立得稳。Divide 就是当我们开始分裂、分门别类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会败坏，我们就会坠落，我们就会跌倒。所以这句话呢，有人追溯到这个美国独立的时候，甚至这句话呢追溯到第1世纪希腊人的时代。但是这句话呢，它中文的意思很简单。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好，请大家说一次。今年是美国呢建国多少年呢？知不知道？250年了。250年前的7月4号，美国打完独立战争赢了，
然后呢，美国独立建国，啊，美国呢，他们从英国殖民地的手中呢独立出来，只有在短短几年的当中，不到100年的当中，他们已经成为100年前的美国，已经是世界上的强国。到今天，美国在世界强国的地位呢？你觉得中国一直想要超过它，中国一直想要取代美国，有没有办法？差别在哪个地方呢？差别除了圣经，还有差别就是这句话 ：United we stand, divide we fall。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是喜欢分还是喜欢合呢？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好，你读中国的历史，你看中国5000年的历史，是分久必合，然后呢，合久必分。你看到整个中国5000年的历史传统当中，分分合合，好，这个哇，到现在还是一样。你觉得现在中国是分还是合？分还是合？貌合，好，但是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不是心里面大家是真的合一啊。然后有人说台湾跟中国好要合一，要统一，但是合一统一好要有一个公义，要有一个和平的原则。但是呢，美国它能够成为建国250年，能够成为世界强盛的国家，是因为他们一直把他们的精神，他们不是要一条一条一条的 divide we fall。如果我们分得这么清楚，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每一个州好都是独立的，可是每一个州又是联合的，所以它叫做 United States。51个州，可是51个州，他们却都能够合在一起，就是在一个真理 In God we trust， 就是在上帝的真理当中，他们能够联合，能够结合起来，所以他们才是造成这个国家能够强盛和强大的原因。不要说中国，我们说我们自己台湾，你觉得我们台湾是 unite 还是 divide？ 我们的台湾 divide， 为什么？我们的台湾好看起来哇，大家和睦在这个土地上面，可是每次到要选举，每次到怎样讲到政治的时候，大家的心就怎样？哇，马上很容易就挑起来，好那个敏感的神经。很容易呢，就开始吵起来。好，夫妻2个人，好不同的颜色，父子、阿公3代，好3个不同的政党，这个家庭好会为了政治好吵吵闹闹，就没有办法合起来。在过去这个礼拜呢，牧师去参加总会，这个总会呢，好给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本这本书啊。这本书呢，好是今年总会好的一个主题，叫做合一的见证，合一的见证。这合一的见证是什么呢？合一的见证就是用机构，用神学院。好，其实福音来到台湾呢，161年，161年前呢，北部的马街，南部的巴克里、马雅各，好，后来巴克里都设了神学院。北部的就叫做台神，南部叫做什么？南神。这2个神学院呢，好，其实都是长老教会的神学院。你觉得是 united 还是 divide？divide。这2个神学院呢，好，虽然都说是长老教会，可是呢，好，到现在呢，2个神学院的界限呢，非常的清楚。好，如果你要请牧师，第一个要问的，这个牧师是什么神？是南神还是北神？是台神还是南神？但是呢，本来这2个神学院呢有机会，在100年前，1915年的时候呢，那时候马街已经过世了，可是巴克里还在。2间神学院呢谈到说他们要合一，要合成一间神学院，可是呢，就在最后要签约的时候，他们说，那南部说，如果要合成一间神学院，那地点呢不要在台北。也不要在台南，在哪里？在台中，好，或是彰化。他们说那就在彰化，好，那时候应该是在彰化，好，所以那我们就选择在彰化。可是呢，好，却是在
总会的时候呢，好就有人动手脚，然后呢就说神学院呢好院子呢要设在台北，好要设在台北，好所以叫做台湾神学院结果呢男神一气之下说，后来他们不参加了，所以2个神学院呢又分开了。这下呢合一没有成功，后来2间变成3间，哪3间？台神、南神、玉神。后来3间又变成现在的4间，又加哪一间？新竹圣经书院。所以这4间的神学院呢，一直没有办法整合，一直到现在。而现在呢，4个神学院，每个都是在比较你们招几个学生，几个毕业生。可是呢，这本书呢，一开始呢就给我们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说呢，我们的不管是神学院，或是我们的教会长老教会，过去10年来都一直在下降。10年来呢，我们的会友聚会成人的聚会人数呢，下降了31.3%，快要1/3。10年前的教会比现在人多了1/3。换句话说，10年后每一个教会人数都掉了1/3。如果10年前迦南教会是600个人，那10年后迦南教会应该剩下多少人？400个人，有没有准？有好，10年前我们做礼拜的，你看周报的人数都是500多，有时候600多。可是10年后，我们现在做礼拜的周报的人数多少？400多，都是400多，所以真的掉了1/3。然后呢，比这更大、更严重的是儿童的聚会人数，儿童的聚会人数掉了41.4%，就是4成，2/3。所以你可以看我们10年前的学生，主日学的学生，那时候都是50-60个小朋友，现在呢20-30个。我们现在主日学的小朋友有稍微进步，感谢主。但是如果只有掉了4成，那很多快要一半的小朋友，这就是我们现在长老教会所面临到。不仅仅如此，他们还谈到4间神学院每一年要花2亿。每个神学院要有养学校，要有教授，要有员工，要有这些的人。然后呢，总共每一年会有多少的神学生呢？200个学生。所以除下去，每个学生一年要花多少钱？2亿除以200，每个学生一年的成本都是100万一年哦。如果你读3年呢，300万。所以读神学院贵不贵？其实那些钱呢，烧得很快，所以大家发现到问题来了，头痛了，头大了，神学院要怎么样结合呢？所以我们也要放在祷告当中。在伊索寓言有一个牛跟狮子的故事，有没有听过？有4只的公牛，他们是住在草原上。这个狮子呢，一直都是找机会想要吞掉这4只的公牛。可这4只公牛呢，他们很聪明，他们每次吃草的时候怎样，都会大家面对面。我在吃草的时候呢，另外3只呢，就会轮流看不同的方向。如果狮子来要把吞吃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会去联合起来提醒大家，然后会去联合去打败那只的狮子，就会去击退它。但是呢，后来狮子呢想出一个办法。狮子想到什么办法呢？狮子说：“好，我来想办法让这4只牛到4边去吃草。”他就去分裂他们，让他们到4个角落去吃。结果当这4只牛呢开始感情不好了，到4个角落去吃草了，这个狮子就怎样？最后就一只的吃掉这4头牛。所以这个寓言呢，这个故事呢，也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当我们团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生存；当我们分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灭亡。你觉得我们中华民国是会继续生存下去，还是会灭亡呢？就看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团结还是分裂。有没有看过这个学校的校徽？知道这是什么学校吗？这是2间学校合在一起的学校，叫做阳明交大。你知道阳明大学跟交通大学
他们现在是合成一校，他们花了多久的时间合在一起呢？刚才我们说长老教会4个神学院合在一起，100年之后还失败啊，就是上次尝试是100年前到现在都还没有合在一起。这2个学校呢，我问 AI，AI 说他们总共花了20年，20年的时间，他们已经终于合在一起。你觉得快还是慢？跟长老教会比起来快很多了，不到人家的1/5啊。20年他们就合作成功。现在阳明交大呢，资源整合起来呢，可以培育出更顶尖的人才。那有没有看过这个 logo 呢？全联跟大润发2个合起来叫做什么？2个合起来叫做大全联。那你知道他们花多久时间合并呢？我也问 AI，AI 说呢，他们花了，要不要猜猜看？他们花了3年10个月，不到4年的时间，他们就整并成功。然后呢，到现在这个集团呢，有更能够赚钱。其实呢，教会的合一呢，一直以来都是不容易啊。这一张图呢，就让我们知道说，基督教呢第一次分裂呢是在11世纪，那时候就分成西方教会、东方教会。后来呢，西方教会呢又第2次分裂在16世纪，就是分成罗马大公教会天主教跟新教，就是基督教。后来新教、基督教呢又不断的分裂，分成什么？到现在很多的教派。所以1517年到现在500年，你觉得基督教是团结还是分裂？基督教的本质呢是分裂。这500年来，教会一直在分裂，所以要分一个新的教会，只要大家怎样合不来，大家就分开，就分开，又分开。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合作的力量。五旬节，他希望教会是团结，还是希望教会是分裂呢？五旬节圣灵降临是希望教会分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希望他是希望教会合一，可是我们如果一直在制造教会的分裂，我们是没有被圣灵充满，是没有让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在今天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圣灵要怎么样让我们大有喜乐、平安和盼望呢？我们再来读一次第13节，请愿赐平安的神，因你们的信，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今天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让圣灵的接纳能够也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去接纳，我们就会陷入在魔鬼的谎言，陷入在魔鬼的欺骗当中。我们要知道，有一位神，有2件事，有3种人。一位神，就是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女。2件事，哪2件事？可以改变的事，还有呢，不可以改变的事。3种人，哪3种人呢？刚才所说的，一个是新约的子民，就是耶稣基督接纳的人；另外一个是旧约的子民，就是受割礼的人；第3种人就是外邦人，我们也叫他叫什么？未得之民哦。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服侍是一位的神，让我们有智慧分辨这2件事，也让我们能够受圣灵的充满，去接纳这3种人。特别在你我的旁边，很多的都是未得之民。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圣灵的浇灌下，有专注的灵，有接纳的灵，我们能够让圣灵的工作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再次来思考，再次来检讨，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合一的灵，还是分裂的灵？当我们看别人比自己高，或是看别人比自己低，当我们开始与人隔离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失去了圣灵的同在，失去圣灵的接纳。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陷入在魔鬼的谎言欺骗当中，让我们不要成为那制造分裂的人，而是让我们可以成为 peacemaker， 制造和平的人，让我们能够有圣灵的智慧与感动，能够在仇恨的地方播下饶恕的种子，在分裂的地方能够撒下那希望的种子，让我们能够在伤痛之处来撒下那医治的种子，让我们能够在黑暗的地方撒下那光明的盼望。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里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即便我们还年轻，即便我们还年纪小，但是让我们知道明白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事，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事情，让我们有勇气去挑战，去面对那一切可以改变的事情，也让我们能够谦卑承认那一切神所决定不能够改变的事情。主啊，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我们在这里也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听见我们教会当中还有许多的分裂，还有许多的高墙，还有许多的隔阂，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也一样，还有许多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互相接纳、互相信赖，没有办法互相认同的地方，这些都会让魔鬼在如同遍地游走的狮子，寻找可以吞吃的牛，寻找可以吞吃的羊，寻找可以吞吃的教会。主啊，求你再次坚固我们，赐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抵挡那恶者，能够抵挡这个世界所各样的纷纷扰扰，让我们能够坚定在主的心。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请大家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透过今天晚上的礼拜敬拜的信息，也求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至宝，让我们能够专注的爱神，而我们愿意为神去接纳爱邻舍如同自己，如同那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一样，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哈利路亚。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势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有你慈爱紧紧的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大爱。是的，主耶稣，唯有你配得，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唯有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你是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我这时候邀请大家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因为我们的教会，台湾的教会，在台湾的长老教会，在过去的10年人数下降的
30%，年轻人、儿童减少了40%。如果我们不起来做一些改变，如果我们不认真专注在神的国，如果我们没有专注在神的话上面，这样子的下跌，在10年后，长老教会还会继续的人数下跌。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充满，需要有圣灵的更新。在最重要的2件事情上面，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其次要爱人如己，去能够接纳你所不愿意去接纳的人。这是圣灵来要给我们学习的功课。如果我们对于神没有办法专注1个礼拜1小时的礼拜，你没有办法专注在神的身上，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只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不要跟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不会成长，不会进步，教会也不会成长，也不会进步。如果你期待我们的教会是能够成长，是能够进步，今天你就要操练这2件事情：专注的爱神，接纳的爱每一个人。这就是你学习的功课。当你求这2件事，圣灵乐意帮助你，圣灵乐意来充满你，让你在每一次应该专注于神的时候，你是能够定睛于神，你不会分心，你不会受到搅扰，你不会一下子就被影响，你不会一下就被魔鬼、被狮子欺骗，就带到角落去，带到外面去，然后就被吞吃掉，而是你会一直在神的保守当中，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心意当中。当你面对不喜欢的人，不能够接纳的人，但是为了爱神，神会给你智慧，神会让你知道这条路是可以走下去的，这个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这个关系是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永恒的关系。这不是人所安排的，是神所决定的。今天晚上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我们自己这一代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这一代的教会的基督徒，我们若不起来爱神，若不起来爱人，教会的人数只会不断的流失，人数只会不断的减少，只会跑去更有爱的教会，对神更火热的教会，而我们最后只会剩下这一些老基督徒，觉得可以了啊，觉得我已经很认识神了，我不用洗礼，我不用再信仰告白，我不用再做什么，我不用再读圣经，教会只会剩下这样子的人。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起来专注的爱神，如果今天我们起来回应神的爱，如同好撒玛利亚人，如同彼得愿意走到外邦人的家中，愿意走进去与他们同坐。每一个教会都要经历圣灵的浇灌，都要经历圣灵的复兴，如同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看到一个一个的接受洗礼，一个一个的悔改信耶稣，因为每一个人生命都被神翻转了。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今天的长老教会还有15万的信徒来祷告。但是我们知道，在过去的10年，我们的长老教会流失了好几万的信徒，有的不再去教会，有的跑去行道会，有的去了灵粮堂，有的成为宣教士。在长老教会的文化或是环境当中，让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可以涵盖一切，其实我们还需要学习。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够了，觉得我们自己已经很足够了，其实这一切都是仇敌等在外面吞吃我们。特别当我们联合的时候，我们就会团结；当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会消散。
我们就会被吞吃。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合一的看见，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知道怎么样在这险恶的时代当中，在这充满诱惑的时代当中，在这个充满谎言的时代当中，我们还愿意学习这一位失去女儿的父亲，这位牧师巴康牧师，愿意饶恕人，愿意接纳人，愿意爱仇敌。主啊，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特别我们在教会当中与人的关系不好，在小组当中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不好，在情感当中与人的关系不好，在学校、在职场、在社区当中与人的关系不好。主啊，求圣灵来医治我们，让我们不要活在这样子破碎的关系当中，因为当我们活在破碎的关系当中，神的爱就会从这关系破口当中流失，神的爱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停留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起来挡住破口，让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心都能够领受是神的爱，都能够领受神的医治。让我们爱自己，我们才会去爱人如己。当我们接受神的爱，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主啊，求你再次恢复我们，帮助我们，充满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行动。我们要来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感动。我们要献上我们所有的给主，顺从所用。我们一起来敬拜。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能有一切，为你所赐。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有我为你的珍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来献上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的感恩。主耶稣，我们不仅仅是感谢你供应我们日常所需的，主耶稣，我们也要来感谢主你，让我们在现在可能有国际的战争非常动荡不安，然后在经济上也有许多的挑战的时候，所以说我们仍然能够在台湾这片土地有主你赐给我们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日常所需不致匮乏。我们要因此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所以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接纳，不仅仅是接纳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说我们也能够接纳自己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事工上面能够更加的尽心尽力来奉献给主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持续站立，我们要来继续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手。有风浪逼近，在场上只是平静。期待呼求耶稣的名，大有能力的名。跌倒软弱的时候，耶稣能力扶庇我。困难中抓紧，混乱中紧紧，放胆紧紧跟随你。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狂风平静了，定睛
在耶稣身上，我就能行在水面上。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巨浪平息浪。定睛在耶稣身上，勇敢前往应许的方向。在耶稣身上，他是狂风平静了。定睛在耶稣身上，我就能行在水面上。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巨浪平息浪。定睛在耶稣身上，勇敢前往应许的方向。我们对自己说，这个礼拜我要定睛在耶稣身上。这个礼拜我要定睛在耶稣身上。更大声再说一次，这礼拜我要定睛在耶稣身上。阿门。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专注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能够接纳每一位神带到你们身边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好，大家平安。平安。好，那开始消息报告。好，那先，今天没有新朋友啊，等一下就跟你旁边的点点头，打打招呼，说嗨。好，好，来，第一个是本会的消息，本会的性别小组性平平等专案小组。然后成员有陈牧师、林顺正牧养部长、廖松辉、严吉辉、王义军、黄家生、田素宇、陈如山、许书成等7位牧区长老。如果兄姐或在教会发生性别平等的相关事件，可以及时通报性平小组成员协助处理。好，那我们来看周报的第2页。上礼拜我们介绍了性平3法的第一个，就是性别平等的工作法。那这个礼拜我们要介绍叫做性别平等教育法，请大家说一次，性别平等教育法。好，那这已经是22年前所制定的，好，就是在促进校园内，在学生的时代，好，你都能够在学校里面，好，不受到好性别上面的歧视或是霸凌。所以有几个词呢：校园性别事件、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好，或是性别认同。好，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知道的。那在学校，不论是从学校的校长、教职员工，好，那只要违反跟性或是性别有关的专业伦理呢，好，这个罚则好都是非常的重。好，所以呢，在学校当中，好，就是也要成为一个友善的校园，好，不会因为你的性别受到歧视或是受到霸凌。那在校园当中，性别事件处理呢，要客观公正，好，也要保护好当事人。好，不要让他受到2次的伤害。好，特别呢，在这个 Me Too 运动呢，好之后呢，我们的立法院还有在修正所以也在把校园的这个性别平等教育法呢，好更加的强化，好精进申诉的机制。好，所以呢，好可以放心的让你的孩子在学校上学，好不会受到欺负、受到霸凌。好，而我们在学校也都有义务，好预防的义务，好这些。好，有这些性别平等的这些事件呢，好都要提早来注意。好，所以期待呢，我们透过性别平等工作法、性别平等教育法，好，让我们都能够在两性的事情上面呢，更加的彼此尊重。好，以上。好，所以大家注意，好，然后一样是本会的消息，新竹大专奉献主日。然后本主日是新竹大专奉献主日，请兄姐关心代祷以及奉献。然后小会的消息，下个主日5月3号，举行本年度第3次的圣礼典。然后5月2号礼拜六1点，在501召开第584次小会。有已经报名洗礼的兄姐，然后要在5月2号礼拜六1点半以前到501的会议室问道理。然后总务部门下个主日5月3号的小组聚会暂停1次，没有供应爱餐。然后，但是如果还有安排聚会的小组，请自备午餐。然后敬拜部门的消息是4月29号礼拜3的祷告会
时间8点到9点，主理是陈如山长老，地点在隔壁7楼，然后欢迎大家一起用祷告来建立教会。然后侍奉部门的报告是社区医疗咨询、健康关怀组在本主日4月26 10点半到11点半，然后在教会的1楼举办社区的医疗咨询，然后服侍同工有侯英南、邱秋元健康咨询同工志工队，然后欢迎邀请亲友一起来参加。然后第10届第5次理监事联席会，本主日4月26号12点在8楼的会议室召开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第10届第5次理监事联席会，然后请各位理监事预备心，准时出席。重大讲座4月29号的礼拜三10点半到12点，主题遗产税与资产管理，讲师是李典颖律师，然后详情请见周报。生日助学金的授奖名单，第1期的授奖名单已经公告在49号的1楼公布栏，还有周报的第2页，然后要在5月10号的礼拜中颁发。如果有问题，请洽主委张富春长老。然后牧区同工会议，牧区同工会议在下个主日5月3号1点在501教室召开，然后请各牧区长老、区长一同出席。好，那林星，请那个卢山来报告。好，没关系，那我们休息5分钟，等一下一起来做打扫，然后没事了就留下来打扫。那不然先卢山不在，那要扫的范围谁可以来报告一下？可以帮我放一下那个，先报告一下。好，等一下会分成单数跟双数，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林星。